今儿怎么这么晚？堵车。看见。抽。快点儿。给钱吧。走，给你打钱去。会不会有事儿？不会。我还是担心，要不要我去看看？你刚刚回来，如果人家知道你没有死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你。好吧。谁啊？我是钟芊芊。你怎么找到这儿了？说你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啊？我不是跟你都说清楚了吗？钟芊芊，你以为你是谁啊？走啊！走，听见了吗？你不走，我走。我耽误你了吗？少给我来这套！走吧。走啊！好。老师，那个邱主任找您。说什么事儿没有？没说，但我估计是昨天化学课上的事儿。我就知道是你们搞的鬼啊！你不昨天也和他吵架了吗？这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胡闹！傅岩哥，我不是觉得没多少东西了吗？赶紧弄完得了。他怎么在这儿？这小子看见我们送的东西，不怕走漏风声，就先扣下。你看他们出这。你之前说药学兵的学生是不是他？对，就他。同学，别怕啊！来，吃个水果。来，
陆宝，快！好。您昨天是没看到，就这样的一个班的学生，简直已经无法无天了。那个廖学兵竟然不闻不问，就是赤裸裸的纵容和包庇。哎呀，卓老师，不要那么着急嘛。我已经派同学们去请那个廖老师了，等他人一来，你们当面聊一聊，看看是什么结果。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学生干的，那么作为郁金香高中的这个教导主任，我是绝对不会姑息的。哎，廖老师来了，来，进，哈哈哈。主任，你找我？是这样的情况，卓老师呢给我反映昨天在你们班这个上化学课出现事故的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因为他的化学药品被你们的学生做了手脚，所以产生了爆炸，导致他本人又受了伤。对，是有这么回事。这个事后呢，我也向我们班的学生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班的同学确实不知情啊。廖学兵，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睁眼说谎？看这件事啊，分明就是你们师生串通一气，故意来整我。卓老师，我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说我犯得着吗？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卓老师，你想干什么？卓老师，咱们有话好好说，先慢手饭了，别着急嘛，好不好？卓老师，校长，卓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想你可能是把事情想复杂了。您是化学老师，作为学生应该很难在你面前搞鬼的。至于廖老师嘛，他是语文老师，就更不可能有那么高深的化学知识了。廖学兵，你行。好，校长，主任，没什么事儿，我也先走了。校长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另有玄机。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自从卓老师回来之后，对学生也真的是太苛刻了。要不这样吧，邱主任，先让卓老师暂时教别的班。好，这个方案我同意。莫老师，有事吗？上着课呢。有点工作上的事儿呢，想跟你沟通一下。什么事儿啊？冰月，上次跟你说的那家法国餐厅的位置我已经定好了，下了班我来接你。这是工作上的事儿吗？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卓老师说过，不许我们聊陌陌、少微信、泡帅哥。开玩笑，他上次自己说的。您这群小兔子就想给我惹祸是吧？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分明就是那个神经病，他太过分了。什么神经病的，人家好歹是你们老师好吧？哎，他可没拿我们当过学生啊。好，不讲这个，上课。钟柏啊，于中又没来上课。哦，没有，他给我发微信说他有事请假。哦，是吗？好，翻看第4页。
小白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贤良淑德了？还说你有一个田螺姑娘啊？你真的有一个田螺姑娘啊？来，拉出来看看。你大爷！那我问你，兵哥，芊芊怎么老来这儿？我不知道，我家没锁子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行，我得想个辙，让他彻底断了这念想。你别后悔啊！学校的事怎么样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今天还给我发短信呢，请假，回头找他聊聊。哎，喝酒。哦，哎，以后没有口福了。没口福你多吃点。冰原，怎么样？还合胃口吧？挺好的。挺好的。你都没怎么吃，是不是不喜欢啊？那咱去吃点别的。不用。你跟我别客气啊！你别看我在国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对这些东西也特别不感兴趣。我骨子里边特别传统。哎，这样吧，冰月，你把你喜欢吃的呢告诉我，咱每天就吃你喜欢吃的，你喜欢的，也就是我喜欢的。冰月，啊？你看什么呢？啊，穆老师，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哎呦，我特别愿意每天请你吃饭。其实，我是突然想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一直以来你都对我很好，我也觉得你很优秀，但是很抱歉，有些事情我真的很难进入状态。冰月，一直以来你都知道，我对你好呢，是因为我喜欢你，而且是单纯的喜欢。在你这儿，我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我也知道，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事实。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我们从朋友开始做起，你慢慢的进入我的世界，了解我的生活。我相信，时间能改变一切的。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上你，就像我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上吃西餐一样。对不起。是我。二十。20个。喂，你来干嘛？白哥，这妞是谁啊？哟，长得跟谁欠他钱似的。她是我前女友。哦，不对，是前女友。讨厌。喂，前女友，我说了我讨厌吃你做的菜，你还天天来烦我干什么？不就是2个钱吗？白哥，给他点钱打发走算了呗。我看呀，他是舍不得。白爷，您活好呀。喂，你比他脸皮还厚啊！讨厌。喝酒了吗？钟芊芊，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啊，我们分手了，知道吗？
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每天在这缠着我干嘛？跟你说话呢。好玩吗？玩够了吗？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幼稚！你还觉得你自己这样特别男人，特别英雄是不是？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清楚吗？你说啊！你拿我当什么人？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每天在家忧忧郁郁的做个怨妇，或者是泡在眼泪里面跪下来求你？你给我句好话，我就得接着。我给你赔笑脸，你要嫌我不够用心。岳小白，我告诉你，不是你的附属品，你想干嘛就能干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连你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欠你的？你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啊！